几年前有个师傅跟我说过，我来这世上的使命就是来拍照的。那时候我不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几年来，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跑的，我渐渐地了解到，人家跟我讲过的4个字“路马交驰”，我必须跑得越远，对于我来说是越好的。不但是我拍到了很多漂亮的作品，因此而丰富我的人生。我相信，摄影就是我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我要用摄影来改变世界。从小学画图，學伫浦尾鄉畫東西嘅黃世恩，知道畫圖嘅過程時間太長嘅，故所就有為學翕相嘅想法。佢想透過翕相機嘅觀景中，就做得當腳嘅翕出佢中意嘅畫面，同影像幕嘅影像永久留下來。做婚禮攝影師之前，黃世恩本單地學技業，做自信工廠時做為當多年。對做興趣嘅開始翕影相，悄悄地累積出幾天嘅作品同案量。故所佢就決定離開本單一級當各位科技產業，專職來做攝影。經過幾下年嘅努力，得過當多獎。其實幾下擺得到國際 WPPI 獎項嘅肯定，成為婚紗攝影機嘅大師，甚至很有簽到ทั้ง多家名商走來簽機嘅國外客戶。啲用媒出世嘅黃世恩，一般人都喊佢喜恩。從小啲用媒讀書，學校嘅成績當優秀。考到成功大學讀書計劃內，畢業過後到馬祖做兵，退伍嘅就投入半導體產業嘅工作，係一個電腦工程師，長期待在新竹。結婚用嘅第一個生意呢，喜恩同伴娘參詳過後，決定搬轉用媒學，因為佢對亞地土地有當深嘅情感。同亞愛還有聰明愛喺強下，本期做得全心投入攝影嘅工作，唔是小無卡嘅事情。喜恩係一位婚紗攝影師。佢同處理手法，當地準備翕相嘅器材，初查去飯店，迎接對當然來到台灣嘅新人，也對啲北京出世嘅新人，從其喺到加拿大，佢哋結天婚期過後，就送命前婚紗攝影師。新娘啲名路巷看到喜恩嘅攝影作品，非常中意。佢同先生討論過後，就對加拿大打電話俾喜恩。雙方講到親歡喜，就約好來台灣翕婚紗寫真集。早安。我們拍照的路很遠，而且很漫長。5月份演到現在，每個月演。我一講翕幾條東西，超過我的預期。因為講當東西禮拜，我本來我想講禮拜拄好，迄拄到颱風，就個氣象報告講天氣會唔好，我就改到北部來翕。不過翕相嘅過程唔係咁順利，紅外線最近拄到落雨天。新年頭一擺，喺2015年5月來到台灣，喜恩安排到墾丁春外景，冇想到拄到梅雨季節，故所改到7月中旬。當無奈又拄到風災侵襲台灣。協調嘅幾下擺，總算確定喺8月份3度來台灣翕相，形容帶定千歡喜嘅心情來到報道。要擺翕相嘅地點係喺北台灣。Edison， 你們兩個牽着走過來，互相看對方，有說有笑的走，好不好？不要看地上，看對方笑一個哦。來 ，Edison， 手插口袋哦。好，很好，非常好。OK 好，來，好，準備哦，來哦，烏雲來了，會趕快躲好，不要衝下去哈。
好 ，OK， 来3，小花侧一点点哈，来，好来，3、2、1，丢！哇，怎么那么棒啊？戏演嘅入邊團隊同啲合作，處理小花負責打燈光、講器材。戲演嘅本樣劇負責化妝同協調協商，每一團隊配合到清好，協助戲演進行協商嘅工作。該當到計劃改變，我哋變到出講，我哋要靠我哋嘅經驗去，讓呢隻人客委託嘅事情讓佢做好。唔講係感謝當人嘅天數啦，嚇，將我本樣讓我發當好嘅做，唔講係自己助手。特別啲個互相合作，見到個當有默契。所以講當到個光線嘅處理上，見到個當腳處理到我愛嘅東西，該當到一準備嘅東西裝好嘅時候，我出做啲創造翕到較難到嘅個當獎嘅相片，嚇，所以我感覺呢次雖然講無能按照計劃好嘅強壯講愛去團體翕。唔講我相信我有默契啲群人，好，讓呢隻事情辦到當好，我每次個當歡喜。好像媽咪哦，好有愛。小花這個方向換冠霖從那旁邊。腳勾起來哈，哦，很好很好，不用看我哈 ，OK。好，來3、2、1。校花圖嘅戲演，睇學到讀書計劃內，天天嚟佢對構圖嘅美感同藝術嘅感想力，本佢啲思考每一張相片數項欠下快門嘅時節，聽到啲背超幾件以為貴張相片嘅畫面呢。啲發嘅睇見構圖下。佢很做得兼顧到動搖嘅質感細節表現，從頭有客戶也係學生嘅形容佢嘅作品，就像係油畫強用嘅藝術經典，做得留作傳家之寶。佢想到自家學協商爭開始嘅想法，就係想要成為一位自由發揮創意、想象力豐富嘅攝影師。協商嘅工作上山落海。對結婚嘅培養田，翕到北海岸嘅南亞奇岩，戲演仲會同新人講出佢想愛翕出來嘅感覺，也對新人就完全相信佢，全力達成戲演希望佢哋擺出來嘅動作。這個位置可以嗎？好，轉到那個地方。戲演啲認真工作嘅時節，專心又投入，還不時會引導新人懊惱佢哋，本佢哋變輕鬆，擺出最好嘅動作，雙方向下創造出千多張嘅相片。邊好像要往前踩的感覺，對。特別翕東西，我冇好講東西都翕呢種風格，我會希望我印刷來親我讓佢嘅內容越豐富越好。所以我啲個原始嘅地方，我係希望翕一隻較時尚、較酷嘅感覺。好，看海的方向，兩個一起看海的方向。轉過來一點，轉過來一點。OK， 好。婚紗寫真翕相對藝術頭進行到暗補頭，戲演翕到見來見有險頭，新人未搞到真歡喜。非常開心，一直拍到天都黑了，但是很過癮，效果非常好。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是說看到他那張景色很大，然後人沒有那麼大的那一張，然後就覺得很漂亮，然後可以就是很經典，你放在家裡可以一直看，因為不會只看到兩個人的臉。拍了很多張非常有意思的照片，就是浪啊、雨中的拍攝，然後傘全部都刮走了。我們喜歡喜恩，覺得那個喜恩的照出來的相片就像跟畫一樣嘛。我們不喜歡那種很大的一個人像照啊。我們覺得喜恩特別專業，跟他拍照沒有那麼枯燥，比較像旅遊，所以我們還蠻喜歡過來拍照。
希望以后可以多合作。等我到时候生小孩，然后那个度蜜月什么的，就把他牵走，然后去什么西藏什么看，去哪里都可以。对，我想跟喜恩说的话，我之前跟他说过，我希望他能培养出多几个喜恩。对。喜恩接上同仁客，也喺廠上約啲工作室順康嘅咖啡堂講事情。啲鴉片嘅店員咪係喜恩嘅客戶，因為翕相就成為好朋友嘅。陳文平因為看到喜恩為朋友翕嘅婚紗相片當貼片，故所佢主動聯絡喜恩，希望喜恩做得老佢到翕婚紗寫真，留下當多張正嘅相片，也竟然係3年前嘅往事誒。結婚無幾久，陳文平有生呢，佢邀請喜恩為佢翕款態度嘅相片。阮家只孕婦講，如像我翕一張較特別嘛，好，伊講好啊，聽我的建議，都該兩時間不用，要佇遐位，然後給老公要佇旁邊，好，就聽數能去做一個姿勢的一個安排。那時候其實肚子蠻大，已經6、7個月。為了那個姿勢，我都來跟他說，我已經快抽筋了，你趕快拍。對，他會跟你說，你就放輕鬆，然後你要擺出什麼姿勢，然後怎麼去調整。對，他不會急，他是一步一步去引導你進入那個情境下，對，所以才可以拍出那麼好的照片。最難忘可能就是全裸那一剎那，可能就是真的要克服，就是老公沒有辦法離開我視線，我會很緊張。對，可是喜恩夫妻的讓我的感覺是，你會很安心，你不會覺得說很不安。對，所以拍照起來其實是這過程是很自然，就是我們是很愉快的，對，就不會有壓力。哦，我最滿意真的是這一張。真的是有一種女神降臨的感覺。那婚紗照是喜恩拍的，再過來就是孕婦，我的小孩子抓周，第2胎、第3胎也一樣會繼續找他拍，這樣對，一種紀念，對。我買呢張相片，翕好日後我去拿去比賽，就拿到個 WPPI 線上比賽的第1名。事後人愛講。佢底下人家老公講法都當風險，佢講我師傅可是國際認證的，好，我堂都沒吃到當後手，好，還沒想到一張孕婦照會有這種很不一樣、出乎我意料的反應。喜恩嘅翕相技術唔但搶得到婚紗嘅奧斯卡獎 WPPI 嘅肯定，還受到一位香港婚禮顧問嘅注意，主動同佢聯絡，甚至成為喜恩嘅經理人。要多帶形容版嘅過程咯。喜恩同連莎嘅互動真好，也為係理財，也係教識啲做地位手工方面嘅教學，比如講自己品點藝術。佢接上請喜恩聽數翕發通相片，連來日嘅吉他發表會，咪請喜恩翕形象相片。人跟那個背景要結合啦，才會有意思。那時候大概有在這邊。對，這個沙發，然後還有在這個角落，我想要有一個比較粗獷的感覺，用皮這種比較亂的一個感覺啊，然後營造比較粗獷的。然後後來我又覺得說，它這邊的一些擺飾、皮雕的器材啊，還有一些這種其他的道具，那其實整個畫面就不會覺得牆壁是空空的，所以在拍攝的時候。就覺得畫面是會很豐富。那除了我們可以看說，主角是很專心拍照之外，那其實旁邊的景物可以襯托它的一個背景。但是我送去比賽是送這個角落的。嘿，
那其实也是在取舍啦。我在想说哪一个比较好，对。因为在这很随便的环境拍，然后一开始就是想说，可能就是拍出很普通的照片，就一拍出来就觉得说，背景完全看不出来是家里这样子。我跟我儿子都很惊讶，说他问我儿子说想要什么风格的时候，我儿子讲了一些就是古典吉他的一些大师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呢，喜恩竟然都能够回应的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喜恩不晓得是不是涉猎很广，还是很认真做功课。然后他帮我儿子拍的时候，感觉很轻松。我们就是在家里这样子很轻松，没有特意像去一个摄影棚那种感觉，可是却造出很棒的氛围。客家人，人家会说“昂讲”是一种，就是好像人家取笑客家人，有时候用“昂讲”来取笑，可是事实上我却觉得“昂讲”有时候可以把它变成一种优点，因为会对事情比较坚持的去做。用最简单的方式，能去翕到其爱的相片。基本上讲，我请的这张地方还较干净的地方，墙壁可能白的或者是比较素色。不过我改良时期那种相片时来讲，你还代表你来的一个大学毕业，好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未来你生年日后佢看到那张相片，佢會想到當到事情，想到阿妹對佢安好。和亲的这摄影师能去翕相，佢頭擺就伫咧呢只環境咧長大。好，嗰條時其實我就很愛助手，然後打2盞燈，當簡單的方式就能翕出來。不過那種相片拿去比賽就沒得到獎項。喜恩的工作室就伫桃园市杨梅区赤立街坊初判合一，1樓是工作室兼辦公室，2、3樓是喜恩野外的處所。平常時喜恩同助理就會伫野外做事，主要是做相片修圖同後製。一張相片很愛伫該花蓮的雲山水翕的，我底下弄一種相片做我自己的名片，因為係該全世界當多攝影師都看過呢張圖，所以該去年的2014有隻攝影協會ISPWP， 我呢張相片就本期限都講年度最佳的有關光線類相片。網頁刊載出來裡面，我的又被放在所有照片的第1張。好，國外 ABC News 當時就幫我到處一個轉載，去分享。所以東東演出看過呢張相片，所以我就拿呢張相片做我自己的名片。喜恩第2014年加入 PPAC 亞洲專業攝影師協會，一個協會專門去請亞洲最優秀嘅婚紗攝影師來做講師，和啲國泰上市進行演講同訓練課程。翌日協會嘅創辦人 Alison 對香港嚟到台灣拜訪喜恩，亦係佢頭一擺來到喜恩嘅工作室。Hello Chris。Alison。对呀，妍 ，Hello。什么时候到的？昨天晚上到，故意来看你的。哇，你的工作室很特别哦。对啊，我就全部电脑，我的道具，然后电脑还有员工这边修图的地方。真的是这个蛮特别的嘞，我看。这是我们的谢卡，这些相片我常看很多的了，蛮好看的，9合1的那个。对。不过你的相片比较大气，还是大张一点？这个有时候是客人没有选到，但是我很喜欢的。然后我想说，我就统一做一个 collection， 然后给他这样。这客人没选到也是很可惜的，这都很好看啊。对啊。什么东西？看看。光画啊，我们拿过这里好了。对。这个。哦，很好看哦，这一张。
我以前学摄影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画画速度太慢，那我很喜欢看油画，那我就想说有一天我自己的作品可不可以也这样用无框画的方式来展示？那我学摄影其实也是希望说我的作品未来都是给人家挂在墙上来看、来欣赏的。他的作品是特色，为什么我会吸引？是因为我觉得整个台湾的那个婚纱摄影的行业里面，新人都在台湾拍相片的比较多，很少会在国外拍的，在外面拍的。因为台湾的资源很好，大自然很多，然后都根本不需要去外面拍。居然台湾有这种摄影师，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连活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认识他，然后我说你就是喜恩啊，我好像看你很多年作品这样，大概这样的时候就对他就会特别有印象，因为已经见他，已经知道他的作品，因为我看了很多年了。对啊，这就叫缘分吧，所以证明我没看错眼哦。Alison 同希恩喺茶地杯熱烈討論工作嘅流程，要求完美嘅希恩對於打造細節要求當高，天才完全做到位，一時未做唔得碎片。Alison 難得來到陽外小鎮，希恩特別帶佢到山鄉去欣賞風景。2-3年係工作共伴，咪係知心嘅好朋友，佢哋對婚紗業樣有相同嘅夢想，向定共異嘅方向努力前進。好，那前面可能就是中壢、桃園、林口，好，那渐渐往台北，所以那个山那一带最远端才是台北。但是那个山脉是蛮漂亮的，对，然后那个山的那个。对。对啊，你看你很多的作品其实也在台湾拍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只是很雄伟的作品出来了。对对。我觉得杨梅就是一个这样很舒服的地方，啊，我们很快速的就可以上高速公路，搭飞機出國。希恩熱愛翕相嘅長途，就算數項無帶翕相機，佢隨時拿到手機嘅就開始為 Alison 翕相。所以你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是不是？对对对。其实就是说证明说低龄人杰的地方出厉害的人哦，所以怪不得可以出到喜恩那么优秀的摄影师。他很挑剔，他要求很高，然后他只为了这个投影不好，会很纳闷、很不开心，然后不行，这个东西不行这样。但其他老师都还可以接受的时候，他还不行。然后在下一站我们在广州，我直接就是付钱哦，去租一台好的、安全一点放在前面，然后他就可以满意。这个算我的感受蛮大的，他要求很高，因为星座也有关系啦，可以透露他星座吗？他处女座嘛，咁处女座的摄影师的唯美就更要求更高，所以他确实是要求蛮高的。不过我们没有什么争吵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沟通，达到最好的东西。我觉得他也是为了我们的东西可以达到最好而要求那么高，但是他要求的时候，我当然会面对更多的东西要处理咯。啊，想办法怎么办呢？怎样哦？这 OK 的，但是是不错的，对。好，这边上。你看，现在他的脸就有阴影层次感，你就不需要再加一趴灯下去。观察他现在的脸，其实就有阴影变化啦，亮跟暗。有限嘅時節，希恩接上同處理小花，拿定翕相機到戶外練翕相。小花實係長差嘅武術，佢要向樣板行上入樣之路呢。希恩嘅入樣作品注重光影嘅變化，還有貴重構圖嘅美感，看起來差唔多就像油畫共樣。佢咪打拍講自家會修片，佢因為後製嘅效果，咪係婚紗入樣當中重要嘅一個環節。實地科技業做工程師嘅背景，本希恩有很較大嘅優勢。佢對電腦嘅熟練程度比一般嘅入樣師很較強。還做得自家寫出刺痛播放效果嘅常識，提供客戶參考同選擇。好，那我的圖都會有後製。好，那其實我有時候也會跟人家比較臭屁一點講說，我說你知不知道 Canon 辦的第一屆攝影馬拉松是不能後製的，我是第一屆的金牌。好，所以你要比後製，我可以拿得出來。比前置不後置的，我也是拿得出來。那其實一般我在修皮膚這種東西哈，我一開始其實任何一張圖，我的習慣一進來我會 Ctrl+J， 先複製一個圖檔。為什麼？當我
我有时候会做一个交叉比对，前跟后到底差异在哪？然后还有一个作用是，当修坏的时候，我很容易做重新来过。好。做电脑工程师出身嘅希恩，后知修图嘅功力当强。佢从头讲，善忘係最重要嘅。只要花時間一筆一畫耐心修改，將做得同相片嘅美感做到完美嘅境界，就像一部油畫共用經典。也咪係該作品做乜嘅會接上得到金字塔高端客戶嘅注意，帶動佢到世界各國進行海外婚紗旅遊協商嘅原因。我差唔多4年前就開始搞。不過我冇開當到課啦，我係看狀況就上下容易係我能去開下進階課程，我會開。大概開課我都課程內容一定會更新到位，啊，本學生嘅學到冇同樣嘅東西。色階去調，啊，或者是用其他亮度對比去調，很多曝光度這些去調整。想要在他身上再好好學習到很多事情。就是包含不單單只有攝影這件事，對，還有很多觀念，還有人生的目標，感覺也很棒。謝老師主要是拍自助婚紗嘛，比較多，他會帶入新人個人的特質，在畫面裡面去做呈現。那會有一些新人他本身自己的故事很有特色啦，為新人記錄到他們就是本身的東西，不是說單單只有。就像很像套2個人進去到這個畫面，對。那這個畫面裡面如果沒有他們的故事，感覺這個婚紗好像沒什麼意義。70年次嘅手法本名叫做彭一長，本但係長差嘅武術。幾年前啲朋友嘅契會上認識希恩，2下就成為親好嘅朋友。希恩嫌愛見嘅時節是要處理，手法接上就會來聽書。佢下班過後就開始對攝影產生興趣，故所佢向希恩請教攝像嘅技術。希恩每當感恩分享自己嘅心得，完全唔從事同佢所啲所學全部搞手法，2下成為又係師生又係好朋友嘅關係。OK 嗎？好，但是一般我在拍這個，我根本連燈都不會用，為什麼？你看你的方向跟光的方向其實差不多，你幹嘛多此一舉？你看現在他的臉就有陰影層次感，你就不需要再加一趴燈下去。觀察他現在的臉，其實就有陰影變化啦，亮跟暗，你不需要再加一個燈去把它打亮，沒有意義啊。經過長時間的相處，希恩欣賞手法單純樂觀的性格，還有善忘認真的精神。故所希恩對手法的指導做得講係非常詳細，就算像一細細光影的變化，佢都唔驚麻煩，一講再講，動態風格全部全本手法。做些的時間，落下班的時間。公私分明啊，不過真緊在做些事，挺認真，唔會想講差唔多出好，唔會講差唔多出好，一定可以做得好，又唔會停，係啊。天氣天關嘅，故所我也去講，我做翕相嘅時候，我咩好，我又唔會停。然後臉稍微往對。光芒不要遮到臉上。小花的一個特色就是說，她其實對攝影是非常有熱忱的。還有一個就是樂天，那我覺得這種條件的人其實是很好的，很快的在一些挫折中很快的站起來，然後再往好的方向去看，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質。希恩嘅攝影技術當熟練，又當有創意。接上上到千多人向佢拜師求教，還有國外嘅朋友上來台灣向佢學攝影嘅技術。不過希恩愛數學生嘅無按簡單，因為佢還較注重嘅係學生嘅品格素養。
我真嘅要感謝他，係啊，冇時恩出真嘅冇，我根本冇可能安樣，我可能還在長菜，係啊，數個還在無所說。怎麼我想啊，30歲，我冇退路嘅啦，我一定要出看啊，冇眼冇機會嘅，係啊，我係安樣繼續安樣競賽長菜，我出一生就安樣長菜，唔過我。長期去想，可能我沒有機會落去享用，係啊，出國啦，可能比賽有得名啊，沒有可能，冇變那麼的，係啊，我也出用吃的啦，不過我真嘅真感謝佢，我新冠都真感謝佢，根本冇佢啊，出真嘅冇佢咩愛，係啊。30年前冇認識佢，我根本冇可能愛用。就講佢迄個正經越來越好啦，跟我朋友啊，佢就沒有加嘅，佢就 FB 臉書嘛，佢就會講，人都講離下做嘛工啊，講出翕相啊，佢我冇爭查哦，講有一啲人喺遊啦，冇就去翕相安樣，因為人都講迄個越來越好咯，就講正經很強哦，就老佢就以前就冇享用嘅，就講迄出來嘅東西正經很像發享用，很像發出來安樣安講，係啊，真多朋友都安樣講。小華有2個奶爺，其中4個奶爺有發育遲緩的問題，也本佢對生人呢有一種虧欠的心情。我感覺啦，出去因為呀，生人很細細的時間咯，出去最精華的時間，冇陪到佢，知道對佢有點虧欠啦，係啊。不過時陣佢上下有安慰，你知嘛？叫我安慰我，佢講唔也賺錢，咩係為到佢行敗太嘅時間，係啊。按講咩冇唔錯啊，不過我。出去對社會感覺虧欠啦，係啊，新冠都出去對佢虧欠，細細時間佢我冇陪到佢，陪佢去復健啊，陪佢去看先生啊，係啊，想要用辦改善一下問題啊，因為社會發育遲緩，先生講一定我花時間花精力去慢慢做一啲做個復健啊，有乜我花時間。雖然大個奶爺同小華4個奶爺同樣有發育遲緩的問題，兩公婆雖遇到一件事情，真傷心艱苦，不過愛按悲傷，唔當多花多嘅時間提醒人呢，為記到記錄永恆美好嘅畫面。既然大早就喺工作室地背無閒，連粥都還忙食，就決定趕天。王媽媽切了一盤水果豆本記。來，辛苦了。好，給你點心。好，謝謝。水果。會不會餓肚子啊？要不要吃飯？不會。吃麵。這樣就可以。好，這樣就好。那你就自己用吧。因為我真的覺得世上只有媽媽好，真的有媽的孩子真的是很幸福，尤其是像現在這個階段，很多人看到是光鮮的一面，其實是就是說我們辛苦的時候都沒有看到，而且很多時候我們的工時是完全超越一般上班族的，那這種很累的過程，其實是只能自己往肚子裡吞啊，對啊。那其實我常常很累很餓，回到家裡，那我可能飯都還沒吃，那剛好我媽媽經過的時候，我可能就跟她講，哎，
我妈妈就端碗面给我吃，我就觉得很感动。你其实上都爱今日等伊上班吼，要感觉压力要大冲啊，上都一家出来创业也好啦，有兴趣啊，一家上做嘛该就做嘛该，就支持他，无嘛该要求伊啦，毋要凊乖的人啦，从细也无爱着，也毋是关键嘛该啦。你想要做嘛该就定期做嘛该，就支持佢就好。我先问我爸爸同我妈妈啦，佢当感谢佢拢会学安泰，佢同到地方咧，拢会天数同到，像我大摆出去国外做些时间，该生意都会请伊天数图啊，该，迄唔係記得按天數，係咩冇辦法做，你會記得迄當支持我，所以講我迄上到我放棄的方係當對不起記得，所以我會就像我做不記得看那種。工作结束过后，喜宴转到屋卡，就会批两个新人的看故事书到恐龙模型。睇起来也伫几年前发现会有吃饭的问题。有个两个尾巴，就吃来吃掉。食肉牛龙是吗？对啊，你看，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某些部分可能它。因为他身高也没有特别高，就他的发展可能还不到那个月龄。其实也许在历程上他应该要做到的，可是他通常他都真的比较慢，他才做得到。因为我认识很多预产期都是跟他同样时间的妈妈，那大家每个宝宝其实大家都会聊天 ，MSN 聊天说，你的宝宝已经会什么了，我的宝宝才会什么，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妈妈就特别跟我讲说，那像她有些地方不会，你要不要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那我也是想说去检查看看嘛，没有问题当然就是最好啊。如果有问题，我们早点知道，我们可以用最专业的方式去辅助她，对，治疗她，看她会不会就是跟上大家的进步。吃饭时间，喜宴接到一通对美国打来的客户电话。该工作看起来当自由，不过其实无假期。你好，欢迎光临。请问你是哪里过来啊？你的电话号码不太一样。美国。OK。10岁啊，不是宝宝啊，是。好，那大概会什么月份呢？8月10号附近哦，了解。我也是在桃园啊，但是基本上桃园的外景在这边可以到我们这边。我叫 Chris 喜恩。好，谢谢你 ，OK。好，拜拜。妈妈，他快吃完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上进的一个男生。那我觉得他也保持着客家人就是有些特质，就是他不会乱花钱，然后他有些想法、观念都很比较正统的那一种，他不会像有些比较男生比较轻浮，对他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他会让我比较安心这样子。而且他对我很多事情他都是很坦诚的，他不会有隐瞒，所以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信任吧，我就可以放心的交给他。谢谢喜恩，然后也谢谢2个孩子，对，让我这一生很完美，对。喜恩嘅阿爸對學校嘅工作退休過後，就喺老屋嘅田方種菜學嘅嘢。有陣時，喜恩會帶定伴娘同聲人嘅去看阿爸，共享天倫之樂。长豆。哦，长豆。嗯，长豆。最喜欢吃豆豆哎，小米过来。来，你这样，弟弟这样，好，来啊，好，那过来这一颗，过来这一颗，全部都打出去。做啲连天做嘅钱啊，咩不少啦。但是佢要去你做啲拍啲婚纱哈，挨咩又嚟問佢呀？我講我跟佢我講跟唔去做嘅他做19年了，讓時間呀。我講跟唔出嚟安排婚紗，但是省翻嚟過嘛，就冇乜問題啦。連天做嘅哈，佢。休假還有請特休去學習安排呢，有去學習拍了，拍到在那10年內都有去練習拍，10多年後才辭職出來自己做，這樣。我也支持啊，他說房子要怎麼改那個，他說的我就有幫他完成他的心願了。我嗰兩時我同我爸爸媽媽講哦，我講我係冇離開公司啊，我這生意要賺幾多錢，係算得出來。我用我人員的錢，係去存上我還要工作幾多年，咁我這生意賺到的錢就算得出來啊。還要保證我冇本公司費啊，啊！嗰兩時我就講。我要當感謝，唔啷個學安泰，每講像遇到家庭啊很生意天數霸債，我是唔是，唔對咩啷個天數當道，我當感謝。唔過我知道我未來做翕相呢條路，我可能咧發展會較好。韓國我做呢行會感覺我較歡喜，我咪會向讓人當兵去做，唔會講我做自家就凊彩。就當難食啊樣嘢，所以講我想去試看看，大不了就做唔好，我就做個轉去上班就好嘛。唔過我唔試嘅話，我這生意我都唔低，我都會想講頭擺我喺認真去做，唔係會做到幾好，我都唔低，我是想去做看嘛，做看看就低，就我啲生意唔會講後悔。他出國的時候啊，我整個晚上就看臉書，關心他現在到哪裡，現在到哪裡。他不知道有沒有關心我，我不知道啦。他出外面，我時時都在關心，都在注意。現在有平板啊，有臉書，我有空下來回去，像這種菜回去，我躺着我就看臉書，看到他現在到哪裡，已經到哪裡，現在做什麼工作，做哪些我從來。出於安尼關心啦，係呢喺外國一停呢，佢呢兩份關心，梗係你冇得隨跳啦。唔係同會講話嘅黃爸爸，實問學雙樣，透過面書關心喜恩嘅生活動態，喜恩就透過翕相機嘅觀景窗來看阿爸同聲人呢，為佢哋記錄生活當中嘅身影，留下永恆嘅天價。三胎之間的親情係喜恩最甜美嘅牽掛，也是為佢創作嘅最大動力。
好像我上下去切假嘅生意，我唔可以很佢講，對鏡頭見笑，我知道我看到嘅事情係一隻生意嘅成長記錄。從細佢可能佢愛喺海邊養貝殼，佢愛去海水搞海邊玩水，這係佢天性，我哋為人父母嘅角度去看我生意，所以我希望我幾年之後，好10年之後，我看到了相片，我就想到頭班我吐了隻生意，好吐生意去海邊搞水嘅時間，佢很勇敢地喺沙灘上奔跑，好，佢很勇敢看到貝殼當歡喜。蹲下來撿起來，好，唔係講見笑對着鏡頭笑，我知道該對我冇當太意義，好，雖然我未會翕佢笑嘅，唔過我好想記錄嗰隻 moment， 你睇講嗰隻時刻把它記錄起來，該對我講係最重要嘅，我想我如果我會老，我記憶力會退化，唔過我看到相片，我就做得想起來當到事情，該對我知道對家人係最重要的東西。經過了這幾年，我相信攝影就是我來到這個世上的使命，我要用攝影來改變世界。我想要做的事情係講，我要結合國外的一些相關的 resource， 能夠做跨國性的服務，做更高端的。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會一個更大的挑戰。一個高端的客戶，他只要過來，全程在台灣整個部分，包含相關的觀光，然後攝影，然後其他的一些交通或其他的部分，都是有一個團隊，專業的團隊在幫他 handle，這我覺得是接下來我想挑戰的部分。